小黄公车的政策呢是市长非常大力支持的政策。那对于这个比较郊区的偏区的这个市民朋友呢，能够提供更及时、更贴心的服务。小黄公车呢是可以除了定线定班之外呢，每天固定班次之外，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预约哦。所以如果在前一天6点前打电话预约，如果你在站牌范围1公里内，还可以即门服务哦，可以到你家来接送。老人家出门就医或者是这个访友哦采买，我想欢迎大家多多来利用。很感谢交通局对于这个关田的这个小黄公车的用心哈。那在这个开通之前，其实在地方上开了2、3次的说明会，那我们也召集了地方的相关人士一起来共同来商讨路线开通。我们也有很多居民来这边来共襄盛举哈。其实对我们的居民在行政上、在就医就学上，其实都有很好的帮助。这个小黄公车的开通有足大的好处啊，因为你像早期啊，正要伊个做迄个疫苗吼。有伊个公车会用入去载啊。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小黄公车在这3年多，每年3年多大概开通了19条，平均大概每年开通6条，这都获得到民众很大的支持跟鼓励，因为鼓励我们继续再开通。虽然中央补助前2年，第3年开始就是我们台南市政府要自费，但是看到民众高使用率、高搭乘率、高满意度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费用这个支出就事实上有它的效果。我们也感谢议会的支持，感谢这个民众的爱用这个喜爱搭乘，也谢谢我们小黄公车业者，那帮助市府在小黄公车政策上创造多赢的这个效果。我们也愿意持续的再开通新的路线来服务这个偏乡以及山区以及海边的市民朋友们。台南市第20条小黄公车路线的开通，那服务南化，而且南化最偏远的关山里的民众，总距离单程高达70公里了这个费用是成本营运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最适合偏远地区发挥小黄公车功能的这个服务，尤其很多山路都特别狭窄，小车特别适合。你如果大巴士根本就不适合，中巴也挤不进去。那所以说我们特别开辟了这个小黄公车，让市民朋友们，尤其偏远地区的市民朋友们，有这个小客车的享受，计程车的享受，但是只有公车的收费，但是甚至是不要钱，欢迎大家来使用。另外是阮家欢收看5月13号的中间台南电影新闻。3人前议员古木哈照等各界好不容易所争取的查哈姆乐园，要来推广原住民的文化观光。不过因为原物料一直起工程一定流标6摆，毛议员相当的烦恼。上午伫总咨询要求市府一定要调整预算，嘛互后续顺利营运。为了让文化高度不只是汉民族，更是要用力原住民甚至南岛语族的文化。议员古木哈照所争取的查哈姆乐园，3人前好不容易核定6000万，而且在位伫安平的观光精华区。不过因为物料工资一直起，这些工程已经流标6摆，毛议员相当烦恼，经费会被收回，对发展原住民的文化观光将是一大损失。所以透过总咨询要求市府一定要积极调整。对此市长嘛相当赞同，认为该工程今日无做，明仔会后悔。那这个部分又如何结合观光局在安平地区的观光的这个运作？我觉得这个都是必须要能够去跨局处去讨论，甚至是跟文化局共同去思考，这样的一平台一旦建立之后，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想象空间？好，可是呢，很可惜最近这1年呢，我们在不断发包的过程6次流标。那我想要请问我们的市长，请坐。请问一下我们公务局。我先回答你这个部分了。其实就是
套一句那个顾总统蒋经国先生所讲的：“今天不做，明天就后悔。”当年的10大建设，如果那个时候不做的话，后来就根本就做不了。以那个时候的国力、财力，那以现在来讲，在短短的2年内，原物料上涨，工资上涨，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公共工程，还有这个民间的工程延宕。所以呢，我们真的不要变成物调追不上物涨，物调追不到经费上涨，那这个调不升调。所以呢，如果当初3年前，不要说3年前了，因为后来核定的速度快一点，我们的自己的动作快一点的，1年半以前。对，就弄。之前因为有延宕啦，那个时候就造成说现在要发包，现在搞不好盖到20%，因为现在的经费没有办法，没有厂商愿意来，所以现在就是2个方向啊。对，所以第一个加价，接下来怎么处理才好？第一个加价，第二个减量啊。议员嘛进一步提醒，扎哈姆乐园一旦发包，一定要同时规划后续营运的通路。另外，针对政府有预见整体发展5档300亿计划，希望市府甲民间合作，会当设立专属的原住民族的电台节目。对此，市府嘛乐观其成。但新闻顾问及林英庚采访报道。台湾疫情爆发，确诊人数不断增加，民众排队买快筛试剂状况，望议员罗坤豪看不落去。上午伫中日村检讨市府添购快筛试剂自救办法，要求市长一定要苦民所苦，有同理心。本土确诊病例一直增加，造成民众排队买快筛试剂状况，副议员罗坤豪真正看不落去，要求市长要有同理心。同时，考试1月份中央也变快筛预算关键洪都拉斯做人道救援，但对台湾人民却无做到超前部署，进一步要求台南要自救应变。同时检讨卫生局添购快筛试剂情形，呼吁苦民所苦。你报出来报到大细篇，讲你进口24万5千剂的快筛，个后来又追加了50万剂嘛，50万剂嘛，50万剂的那个快筛剂。是不是这样子？甲议员报告吼，迄20万，因为即马中央征收24万5千啊，4万5迄种饮料，迄是过一月时24万5千啊，村内20万遐交货交不到一半，因为中央征收的关系。24万5千，尾仔搁一个50万的呢。那50万，要不然因即马厂商好像谈的是因为中央征用。你现在报出来报个大细篇，讲你59块，对不对？59块是迄阵4万5，迄阵1月时无要买，先阮先买啊。都进24万5啊。对。即马就是互迄个居格的啦。24万5，搁一个50万。我即摆问看你一个24万5，一个50万的，一套50万的。50万陆续交货中，14万5嘛，陆续交货中。讲甲洋洋洒洒。大岛当中，台南是唯一无补助老人健保的城市，真侪议员到处要求咱嘛要有同款的待遇。12号市长已经答应将健保费甲敬老年金合并考量，今年度加发1000块。13号议员罗坤豪给嘉隆界当选将全民补助议案，再次要求市长表态。未来65岁以上的这老人，如果你未来若准做连任，阮谢龙介议员要参选市长，人已经卖牛仔来讲的，只要伊来当选市长，台南市65岁，由65岁以上的全民健保，由台南市政府买单呢，人已经讲出来啊呢。对。你无法度，你到即马佫无材料讲。阮会逐步来增加。你莫甲我讲逐步，你个要做甲毋做安尼尔嘛？你逐步，你像甲你讲4档，你做4档到今年1万块一档，老人到65岁，一档将近超1万块的全民健保。咱有32万。你多补1000啊，1万块多补到1000啊。你哪像甲老人当作囡仔？唔是。最后，议员嘛爆料，地政局小工程科却伫市地中央发包专业管理工程，要求市府深入调查到弊端。台南新闻管及林根采访报道。
13号议会即顺过后，因为市府以及主管确诊，又冇座位自主管理，为了让市府的主管在这段期间卖帮地议会影响防疫工作，经过党团协商以后，已经报请中央同意16号开始，然后2礼拜开会，以确保度过疫情的高峰期。最后来听议长郭信良的说明。因为台南市政府呢已经有多名主管确诊，那台南市议会也有多名议员呢和确诊者接触。那我们台南市议会经过党团协商，原则上为了让台南市政府更加有充分的时间去处理台南市将面临的疫情高峰期，确保人民的健康以及生命财产。所以我们原则上延会2周，现在经过3党的协商，都已经同意了吼。那我们报请行政院核备当中，这段期间就可以避免共同避开这个高峰期，不要因为市政总时群让台南市的事务一级主管绑在台南市议会，希望大家能够共体时间度过这个疫情的高峰期。谢谢。为了打造全台湾上界先进的自动化会议制作中心，同时提升作业效率加会考品质，台南关会中心在安南区将设立新的场所，投资10亿，要来规划自动化设备，预计2026年1月来启用。目前台南的关会中心位伫咧中西区的巷仔内，因为伫巷仔内，所以大型的关会车要出入的时阵嘛较无方便。加上最近几冬一直以来关会作业业务量增加，台南的关会中心伫咧安南区规划设立新的场所，并投入10亿的经费，准备打造全台湾上先进的自动化会议制作中心。今天是南部这个血液制造中心的动土典礼哦。我要特别感激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王伟哲市长，特别感激。我还记得3年前我特地到这个市长室呢去拜托他说，我们这个要投资要新建这个地方。这个其实这个案子是12年前就开始了呢。12年前这个建筑师就知道12年前就开始，都一直没有办法弄。我们终于下定决心要来干。那我现在就跟市长还有大家报告这个的重要性。我们血液基金会准备投资10亿元来做这个地方的硬体加上软体。将来呢，从嘉义以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澎湖，所有的血液供应都是会从这一个地方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全省1半的土地，它要供应1半的土地的血液，40% 的人口是靠这一家。真的很感谢这个我要引一句这个蒋经国副总统所说的：“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所以说正好就是我们侯董事长所说的这个血液基金会我们新建的作业大楼的一个重要性。如果今天不再做，第一个，土地又变贵了；第二个，建材人工又变贵了，整个经费又变更高了。但是你知道我们血液基金会我们这个生产出来的这个血它没有办法一直这样跟着这个成本一直调高，所以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我们地方政府能做的，第一个当然是希望说工程如期如此的完成，第二个，但是我们一定要是做好很多配套的措施，譬如说我们减少事故的发生，减少车祸的发生，把地方做得更好一点，让交通秩序维持好一点，那这样大家需要大量血液的机会就少一点。虽然血液基金会的生意少一点，但是功德就做很多了。新的关会中心占地1200平，未来嘛引入超过200位的人员，嘛集中高雄各有台南的关会中心技术部门业务，和自动化的设施来提高作业的效率。透过先进的设备，预计会成为南台湾的会议中心。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
台湾预计114年将迈入超高龄社会，都来面临长辈失能问题。另外一个值得关心的，就是失智人口增加。为了减轻照顾者的负担，基比学中心对107年的成立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并且甲社区结合，希望找到的方式来减缓失智的照护。现代人因为长期使用电子产品，造成目睭的负担相对较大，所以愈来愈侪人会出现目睭大的状况。目睭是咱的灵魂之汤，虽然体积小，所有丰富的血管，有真侪病症拢会当透过目睭来判断。中医认为，身体12条经脉拢有一只或者是感只甲目睭来做连接。基比学中心的中医部对于目睭相关的疾病，拢会使用针具结合药物来进行治疗，帮助病人改善问题。中医针灸会用眼中的穴道配合眼眶内针法，除了明目，还有很好的舒压效果。眼眶内针法是取眼眶内上方的睛明穴、下方的承泣，还有外下方的球后入针。进针以后会有明显的酸胀感，可以刺激泪腺分泌泪水。有效改善用眼过度产生的眼疲劳、视力退化，活化眼周的肌肉神经，改善眼循环。广泛被应用于治疗干眼症、视神经萎缩、黄斑部病变、青光眼等。较常见的副作用是出血，发生出血的民众也不用担心，出血会在1到2周内消失，而不会留下任何的后遗症。但是有凝血功能异常，譬如说先天遗传性疾病、慢性肝病，或是有服用抗凝血、抗血小板药物的患者，就比较不适用。中医师表示，透过中医的针具，佮有中药的搭配，除了会当互目睭看了更清楚，嘛会当改善目睭大的问题，也佮会当有真好的放松效果。透过天然的调理，嘛会当来减轻身体的负担。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高雄市有一间开10外档的咖啡店，头家娘当初是对于排档起家，因为坚持要互人客上介高级的享受，不但学习拉花的技巧，现在已经相当出名。一天到晚拢有人客摕相片来挑战，是也曾经互人客看到家己过身的狗仔伫咖啡顶面逼真的呈现，感动到流目屎。在凹凸有致的奶泡上涂上色彩，您猜得出这个拉花最后会变成什么模样吗？长长的胡须配上全身黑色的斑纹，金虎年的 Q 版小老虎就惟妙惟肖地呈现在咖啡的奶泡上，可爱的造型让拿到咖啡的顾客都舍不得喝。真的喝吗？你把它脚喝掉了，有什么想法？脚很香。只有拿不出的照片，没有做不出的拉花。经过多年的练习，不管是多么复杂的图案，都能够完整的复制在奶泡上，甚至还因为太过真实，让顾客泪洒吧台。客人，可能是他家的宠物可能过世了，他千里迢迢，有的从台北来，有的从各地来，然后请我再重现把他的宠物重现在咖啡的上面。所以曾经在画的当中，客人在吧台上看我这样一笔一笔画，非常感动的掉下眼泪来了。墙上贴满了老板娘之前的作品，各种可爱的造型，全是顾客不远千里而来，就只为了一杯立体拉花的咖啡。从当年屡尝失败，到现在成了咖啡画家，老板娘坚持要带给顾客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我觉得一杯好的咖啡，除了口感、除了风味、除了香气之外，我希望它在艺术这一块，它可以呈现视觉上的享受。来到店内，不妨带着自己钟爱的照片，一边品尝香浓的咖啡，一边欣赏老板娘的拉花手艺。不过难为的是，最后还是要把这杯精美的拉花咖啡喝下肚。相信不论是谁，真的都会犹豫半天。记者许纯清、王义群采访报道。要用心经一间店，其实真无简单，若搁爱用力无同的风格，更加困难。接续要小解这间复合式咖啡厅，是由一群少年人共同创业。该店不只有餐饮，连服装、甲家头门拢有。做回来看卖。你没有看错，这家餐厅一边是服饰店，另一边是咖啡厅。我们又来到一家斜杠餐厅了。
店里头不管是装潢以及用餐的氛围都非常的舒服，很适合情侣或是多人聚会聊天的小天地。当初成立这里的时候，只有咖啡厅，然后只有服饰店，还有就是2楼的沙龙。因为我们其实是一直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就觉得，大家可以一起工作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当我们找到这个点之后呢，我们开始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场域。那我们觉得可以有更多的好朋友一起进来一起工作，所以我们就开始成立了咖啡厅，开始成立了服饰店，然后沙龙。那接下来包含因为有沙龙，我们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些美系的产业进来。再来，我们自己对于古董这件事情也非常的喜欢，所以3楼呢也开始有了古董的工作室，甚至是接下来的古董展。所以其实有这么多的复合式，这么多好朋友的梦想一起合在一起，会是我们当初最主要的一个初衷。其实我这是第2次来啦，那我是因为我第1次来的时候是在楼上去就是做美发，然后我就觉得下来就觉得这地方给我感觉还蛮特别的，所以我就多逛了一下，买了一杯咖啡，然后他旁边卖衣服也比较韩系哈。我本身是觉得还蛮不错的，蛮喜欢这个空间感啊。然后他们年轻人也很有想法，都规划的很有自己的个性感啊，这是我的感受啦。原来不只有服饰店，还有沙龙跟古董工作室。整理完美美的头发，顺便来这里喝杯咖啡，也是很享受的。不过根据情报，这里还有一项隐藏版的美食哦。被咖啡厅耽误的牛肉面。我本身呢是一个非常爱吃牛肉面的人，对，所以其实我在自己出来做之前，我其实在家里钻研过了2年时间的牛肉面。那我自己又非常不喜欢，就是外面很多人都是加豆瓣酱。那当然我们也有试过很多，包含红豆瓣、黑豆瓣，甚至是柱侯酱这些比较奇特的。可是最终我们还是希望可以让牛肉面回归到一个比较原本的口感，就是比较带有牛肉口味的，它又介于清汤跟红烧之间的一碗比较纯牛肉香的牛肉面。所以为了要把这个牛肉味带出来，我们用了牛小排髌骨跟牛大骨去熬煮将近3天的时间，然后再用我们特制的酱油，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辛香料，然后去把它研发出了目前我们现在的牛肉面。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牛肉面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其实除了牛肉面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的主力商品就是巴斯克。对，我们的巴斯克乳酪蛋糕其实在我们的研究，因为其实老板娘非常喜欢吃巴斯克，所以我们一直很努力的在研发巴斯克。到现在，我们其实有非常多口味，所有原味、Oreo 口味、榛果巧克力口味，然后那个柳橙的口味，然后甚至是抹茶芝麻。对，我们希望是可以让客人每一次来到我们店里，都可以吃到稍微不一样的甜点。对，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研发产品的初衷，因为我们也希望在这边可以吃到跟外面稍微不一样的食材。真的是被牛肉面店耽误的斜杠咖啡厅。现代人生活忙碌，快来这里一次把你所有的需求通通打包，体验老板们的斜杠人生。记者许纯清、陈柏宏高雄采访报道。感谢收看各位13号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